有人甲讲莲花，你真爱变梦，我讲嘿，我不哩爱变梦，所以我今摆要变这个梦吼，咱叫做我爱爸爸。我有请6对阿妈某吼来替我捧场，啊，咱大家伊嘛做了好爱甲鼓掌吼，因为足侪人甲讲，哎呦，莲花你找别人吼，我唔敢啊，啥，所以说拜托这6对起来，足无简单，来，请上来，过来，第一对。苏松茂夫妻，第2对肖生文夫妻，过来呢，那个，薛哲煌，你们还没有那么老，怎么呆呆的？快点，薛哲煌，茂林，过来，北区吴建明夫妻，吴建明，拜托，再来就是那个许伯荣夫妻，啊，还有朱明堂夫妻，你怎么坐在那边呢？快上来，你的老公在哪里？赶快！好，来。不可以说话，有听吼？后面这。太太讲嘴爱较甜的。咱吼上来吼，阿妈某嘛同齐出来时，咱嘛问什么话吼？迄个太太拢来先回答，啊，太太拢先回答，所以咱的红菜吼，算咱来那迟钝。所以人话讲，哎，那老拢安尼，我想嘛是咱的唔对，因咱拢抢来先讲，我嘛是感觉这毛病。所以咱今仔日吼，叫这太太拢闭嘴啦吼，即摆嘛挂口罩拢闭嘴，啊，即摆互先生讲话，来第一对行来听，第一对行来听。先生嘛讲着，你来点头嘛，讲唔对你就摇头，你袂当讲话。袂使讲话。先吼，你甲阮介绍，你叫什么名？太太叫什么名？啊，恁有几个囝？啊，恁太太生日是当时？啊，恁当时是结婚纪念日？哦，恁遮袂当偷作弊哦，迄个你偷作弊，迄个你偷作弊，袂使，这太太那个司仪请帮我监督他们有没有偷作弊。来，你叫什么？你用我也可以，你也可以用缅甸话讲。那么我开始用缅甸话讲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听不懂。对。一开始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吴建明。太太叫什么？知道吗？她是王树明。哦，这样啊，你有几个小孩？我们有2个小孩。OK，啊，太太生日什么时候呢？您太太的生日？她生日是10月20号。对不对？对啊。结婚纪念日呢？是5月26号。但这些啊，几年？已经有40多年了。不是，结婚纪念日是几年？几岁是吗？结婚纪念日是哪一年结婚的？是那个刚才讲好了。没有啊，你没有记。5月26号。几年？76年。1976，对。哎，好在我闹鬼后。差一点忘记。好，先站着，有没有作弊？来，换第2对来。来，你几个孙啊？几个孙啊？几个囝？几个孙啊？2个。我们的次序拢无同款，我你有失败啊！你太太叫什么名？看我这太太什么名啊？单地猪。这是一号，不是2号，就是2号。这摆叫单地猪，你他是？家伟千一。1960几啊？本身我袂是这样。1962啊。所以这无太难是哇，我甲讲我袂记，吼，我先，念你再过来欺负吼，我等你，来你3，迄电
家己的病，你家己的病，你过来，徛到现在袂作弊，来，你知影伊叫什么名无？哦，伊错小精了，哦，安尼哦，啊伊当时生日，生日了，嘿，哦，毋是伊哦，是伊哦，伊哦，嘿伊哦， 5月24，对无？啊，